大家好。近期咧美股咧經歷咗上幾個零禮拜前咧係破頂去到2萬七，即係呢個納指啦，標普咧就亦都係去到7500、7600度咯。咁跟住又出現咗一個都幾快幾急嘅調整，咁好多人咧喺之前覺得easy money 啦，係咪？即係嗰啲譬如炒存儲晶片啊、炒半導體啊，而家其實成個半導體板塊咧都係非常之 overextend 嘅某部分啦但係咧今日咧呢條片咧主要都唔係同大家分享半導體嘅睇法嘅正如之前我有講過咧，就係我嘅睇法就係，我認為半導體已經係非常之火熱咁亦都長線嚟講，我亦寧願選擇第二啲有機會出現價值嘅板塊。今日咧就想分享一個究竟有3間嘅科技巨頭咧係有冇可能出現呢個不對稱回報咧？先講講咩叫不對稱回報。其實咧喺投資方面咧，市場永遠都係好多時候唔係一個理性一個正常嘅思維去諗嘢嘅永遠都係追住某一啲嘅概念或者一啲敘事咧去炒。當然啦，趨勢或者 momentum trader 咧係可以跟住，但係我哋如果係做價值投資嘅話咧，好多時候咧你都會發現點解呢啲股票表現非常好，但係點解佢係咁跌嘅咧？但係永遠過咗可能一段時間，可能6個月或者1年啦、2年啦，個股價又突然間又重新反彈，跟住再創新高。如果你喺大跌或者你捱唔住喺中途落車嘅話咧，咁你就會錯過咗之後嘅升幅啦。咁呢啲叫做不對稱回報，就即係話當股價係向下跌，去到因為佢向下跌，其實個估值咧即係 cut off 咗，係咪平咗？係咪？咁但係長線嘅增長潛力仍然係具備相當好嘅趨勢。咁但係咧，市場可能係某時候 focus 喺某一啲嘢，令到股價係跌咗落嚟。咁有冇啲時候可以揾到呢啲不對稱回報咧？今日就想分享3間嘅科技巨頭，包括微軟 Microsoft 股票編號咧係MSFT 跟住 Meta Platform 啦，即係呢個 Facebook 啦、IG 啦，係嘛 Threads 啦、WhatsApp 啦等等嘅咁 META 啦同埋 ORCL。好啦，我係細沙，如果大家中意我分享嘅話咧，可以 like subscribe 嘅咁呢個 channel 純粹分享我自己睇法嘅啫，絕對冇任何投資意見，純粹吹下水講下我自己嘅一啲睇法嘅。咁事不宜遲啦，先講講呢3間公司其實都係家傳戶曉。有2間公司咧，基本上咧都係 Mag 7入面嘅，即係包括呢個 Microsoft 微軟同埋Meta META。過去10年咧，呢啲公司咧個表現咧係以10倍升幅為起點㗎啦，係升得非常之多嘅包括微軟轉型做 cloud 之後咧，佢擺脱咗以往 office 係嘛？以往淨係賣 software 嘅呢個模式係嘛？做 subscription 做 cloud 呢個Teams 或者呢個 Azure 等等嘅嗰個呢啲雲端咧係增長得非常之強勁。現在呢個季度仍然係保持喺雲端方面咧係有成40% 增長嘅。其實成個業績咧都係非常之亮麗嘅，而且微軟可以話對 corporate 嘅係企業客戶嚟講咧，嗰個 stickiness 咧係非常之高，即係佢嘅黏性係極高。咁但係不過陣間先講佢嘅問題啦。Meta 咧就咁好簡單啦，就係其實就 Facebook 嘅母公司咧，咁改咗名喺元宇宙嘅時候，2021年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可以話係地球最大嘅廣告公司，亦都係最黏性最強。咁大家而家我諗好多個中小企咧都係用 IG 去賣廣告啦。咁我諗都唔需要講佢究竟有幾好嘅，係嘛？咁最後就 Oracle 就係甲骨文，亦都係地球其中一間最大嘅雲端供應商咁先講完呢3間公司啦。其實喺上年嚟講咧，3間公司都係創出新高嘅。2025年Microsoft 最高嘅時候係去到540幾蚊，係嘛？現在好拍片嘅呢一刻咧係389、388跌咗大概30幾個 percent 落嚟㗎。Meta 咁亦都係啦，差唔多799蚊，差唔多800啦。
喺我拍片呢一刻係558蚊，係嘛，30%啦，係咪跌咗？咁咧最後就係 Oracle 上年最高係345蚊，係嘛？咁現在啱啱喺我拍片嘅今日出咗業績，暴跌10%，由200蚊跌到180幾蚊，170幾。從高位係腰斬咗一半落嚟㗎，咁3間公司就唔係好似你聽到嘅，譬如蘋果啊、Alphabet 啊，或者 Nvidia 啊，或者其他嗰啲炒到飛天嗰啲咁嘅半導體公司啦。嗱，呢啲咧就係一個週期底部係一個Stage 4嘅公司嚟嘅，即係一路向下跌緊，一路向下跌緊。但係你作為一個價值投資者咧咁你就可以喺呢啲時候發掘。嗱，先講講點解市場會殺呢幾間公司，其實都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就係佢嘅 capex 啊，即係咧呢一個資本開支 capital expenditure。嗱，其實3間公司咧都係以幾多幾多百億去到千億嘅呢一個嘅嗰個增長個開支，其實係做啲乜嘢咧？就係因為雲端同埋呢個data center， 即係呢訓練呢一個大語言模型啊，或者呢個人工智能嘅嗰個訓練啦，同埋仲有搞 data center， 仲需要好多嘢，包括譬如話微軟係要搞好多個電力啦，同好多電廠啦，譬如同呢個嘅Constellation 啦，係嘛 Constellation Energy 去合作去搞翻啲核電廠啦 ，Meta 亦都有去鎖定一啲核電嘅合同啦，係嘛製冷啦，係嘛去冷卻嘅嗰個半導體啦，係咪先去圈啲地啦，或仲有好多好多嘢，其實呢啲錢係非常之大嘅 capex 嚟嘅。咁 Oracle 一樣啦 ，Oracle 咧就係其實第三方最大嘅呢個雲端供應商，亦都係將呢啲雲端嘅算力咧係租借俾巨型嘅企業，包括 OpenAI 同埋 Anthropic。咁呢啲公司咧去租借佢哋嘅 AI 個算力咧去訓練旗下自己嘅大語言模型嘅，所以你用到譬如話 ChatGPT。或者 Anthropic 啊，或者其他嘅 Gemini 啊等等咧，其實咧都會牽涉到呢啲咁嘅 cloud 去訓練算力嘅，所以你其實係不知不覺其實都有用到佢哋嘅業務，但係由於佢哋過去呢一個今年市場對於呢啲公司嘅開支咧係特別係非常之係非常之謹慎又好咧，或者係非常之 overlook 啦，或者係即係佢係總之你有開支去減低股票回購，或者你要再去發債，或者去增發呢個股票咧，去印啲股票去capital 啦去增加落去呢個算力嗰個開支嗰度咧，咁市場就非常之唔高興啊！其實你如果睇到咧。Meta 嘅季度啱啱年度嘅季度增長係超過30%，微軟亦都接近20%，而呢個 Oracle 咧，基本上咧佢喺呢個雲端嗰個增加嗰個幅度咧係非常之強勁嘅。譬如話呢個recurring 嘅revenue 啦，即係個市場對於佢嘅算力嘅需求咧係大到冇人有啊！直頭嗰啲人嗰啲嘅企業客咧係攞埋可能係攞啲錢嚟俾佢，或者攞啲 GPU 嚟俾佢，係興建一啲新嘅嘢咁但係 Oracle 自己都要揞400-500億嘅美金啦，係嘛？今年同下年咧都會增加佢個 capital expenditure 嘅。最大問題就係喺公司嘅 revenue 嘅增長嘅同時咧，嗰個開支咧都係增長，所以市場見到呢3間公司咧係相當唔高興嘅。微軟Microsoft 佢基本上咧係喺雲端嗰個方面咧係增長得非常之勁，而佢嘅老闆咧 Satya 啦，係咪先？咁其實咧基本上咧都係表示咧未來嗰個增長咧係可見性咧係確定性相當高，但係問題就係因為都係開支太過大，而 Meta呢個廣告業務，如果大家用開呢個 Threads IG 等等咧，基本上你都會見到佢嘅廣告同埋譬如 Facebook 啦，你睇個 Reels 係嘛，佢嘅廣告咧非常之多，而且佢個 operating margin 咧係高到時有41%。我諗相信地球上咧好難會揾到另一間嘅電子嘅廣告公司能夠同呢個 Meta 現在匹敵，佢絕對可以話係地球上最大、最巨型、最 sticky 嘅電商公司嚟嘅，即係廣告方面咧 advertising 我哋純粹講咁所以就話呢3間嘅科技巨頭究竟喺呢個盈利上嘅增長有冇問題咧？其實絕對冇問題，不特止仲要係 A 級嘅表現嚟嘅但係市場就係對於
佢哋縮減股票回購，再去額外增加開支發債，係非常之唔高興，令到佢哋嘅估值情況係收縮得非常之嚴重。好啦，咁啊去到呢一部分呢，第二部分就想講講佢哋嘅估值 valuation。嗱 valuation 咧喺我從來喺我 channel 分享咧，都係一樣非常之抽象嘅一個諗法嚟嘅。以前嘅 valuation 唔代表未來都係可以咁樣，但係 valuation 可以話俾你聽，如果公司嘅基本條件冇咩重大分別嘅話，基本上以往嘅估值模型咧係可以攞嚟參考嘅。嗱，譬如話微軟過去嗰幾廿年，佢哋過去10年有6-7年佢嘅增長都係 around 20%。Microsoft Cloud share 咧可以增長到40%，而今年佢唔係有咩重大嘅環去跌咗出去嘅喎，係嘛？佢冇話點減速，但係純粹資本開始增加咗。而 Facebook 呢個 Meta 啦，增加嗰個revenue 嗰個無論係 operating margin 啦，就 revenue 嘅增長咧都係創新高嘅，基本上係完全睇唔到有咩原因，佢嘅基本條件係有削弱度㗎，係嘛？嗱。咁 Oracle 一樣啦 ，Oracle 轉型咗做呢個最大嘅第三方雲端公司之後咧，基本上咧佢亦都係地球增長得最快嘅其中之一嘅雲端供應商。嗱，從估值嚟講，不外乎都係睇呢個P/E multiples 啦，即係市盈率啦，係嘛 ？Forward PE 啦，係嘛？即係預期市盈率啦 ，Price to Sales 啦，係嘛？呢個 EV to 呢個 EBITDA 啦，係嘛？或者呢一個嘅 PEG ratio， 即係呢個Price to Earnings 同埋 Growth 嘅呢個 ratio 啊，咁你幾間嘢咧，其實咧可以就咁簡單嚟講 ，Microsoft 現在佢嘅 PE multiples 係20倍。嗱，當然 Microsoft 嘅增長咧喺3間公司嚟講咧係比較低嘅，15至20%，around 接近18至20%度咯，係嘛？咁佢嘅P/E multiples 咧都係相當低嘅，其實已經現在咧喺而家呢一刻係21倍。嗱，如果 forward PE 嘅話咧係低過20倍噶啦。相信咧喺如果同過去嘅5年嘅中位數或者佢平均數，當時過去5年嘅 PE multiples 咧大概係30倍至35倍，現在係22至23，forward 咧係20倍到。咁其實基本上咧係比平時過去嗰5年係低咗30%嘅現在嘅估值啊，可以話係過去10年其中一個最低嘅估值嘅情況。PEG 亦都係低過1啦，當然啦，係嘛？估值咁低係咪先？好啦，咁 Meta 又點咧 ？Meta 亦都係啦 ，Meta 現在嘅Price to Earnings 係20倍。嗱，過去嗰5年嘅平均數係26，嗱咁低咗20%度啦，係嘛？咁啊 forward PE 更加低啦 ，forward PE 得17倍啫，係嘛？17倍其實係相當低嘅，因為咧呢個 Meta 嘅增長咧係有30%嘅，啱啱呢個季度係非常之高，只不過佢嘅 Capex 咧亦都係創新高，所以令到佢嘅 P/E multiples 咧係嚴重嘅壓縮變形。佢 multiples 咧 forward PE 17倍，非常之低。過往嗰幾年係24至25倍，亦都係低咗起碼30%㗎啦，其實 at least。係嘛 ？PEG 0.88非常之平啊！咁 Oracle 咧，其實喺過去呢幾年咧，佢嘅 multiples 係相當之高嘅。嗱，佢有50倍，上年嘅時候最高去到50幾倍 PE， 咁現在大概32倍。嗱 ，forward PE 25倍啊！咁但係咧，由於佢嗰個雲端，佢好個純雲端嘅供應商嚟嘅，佢喺雲端方面嘅增長咧係快過前面嗰兩間嗱，因為咧 Meta 本身唔係雲端供應商嚟啊 ，Microsoft 有其他業務楞住嘅，所以如果純講雲端同埋算力訓練嘅話咧。Oracle 甲骨文咧係相對比較清晰睇到現在市場對於呢一個雲端同埋算力嘅需求咧嗰種爆發性嘅情況係睇得更加勁嘅。咁 Oracle 咧佢嗰個 PEG ratio 亦都係低過1嘅。咁當然啦，但係3間公司都係有一樣嘢啦，就係佢需要用好大量嘅錢去
去搞呢一個data centre 嗱，所以其實咧呢個情況咧已經係 price in 清晰咁 price in 咗喺佢哋現在各間公司嘅股價入面，因為基本上過去嗰10年5年都冇見到咁平嘅估值嘅，特別係 Microsoft 上年最高接近38至39倍嘅 PE multiples， 當時股價炒到550蚊，咁現在380幾 multiples 落到22-23倍，咁即係話足其實比上年最 rich 嘅時候咧，就係最昂貴嘅時候，足係平咗起碼40%㗎啦。現在純粹計估值嚟講，咁但係你話呢啲情況係咪上年佢已經冇抌 capex 咧？唔係喎，其實 Microsoft 由2022-23年開始，佢已經係大量增加錢，只不過嗱，其實增加錢唔係淨係佢哋3間增加過 ，Google 嘅 Alphabet 一樣係有增加，而且啱啱最近先發咗千幾億係嘛，批咗啲股俾呢個巴郡啦，係嘛 Amazon 啊，佢個 capex 係2200個 billion 啊，2000億，咁所以話點解淨係佢哋3間呢？咁當然啦，市場係唔喜歡佢哋呢3間咯，係咪先？市場本身就唔係一個 rational 嘅地方嚟嘅嚇，所以永遠你見到一路股價下跌，可能就會令到你覺得佢哋嘅前景已經非常之差。但係細心拆解佢過去呢一個季度嘅財務數字，唔係有咩重大問題喎。3間嘅 guidance 咧都係將未來嘅盈利增長預期上調，同埋都係 double beat， 即係 beat 呢個 revenue 啦，同埋 EPS 呢個每股盈利嘅增長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係相當之靚嘅。嗱，好啦。咁啊，最後 round up 啦，呢條片就係呢個不對稱回報嗱，其實就可以睇到，現在市場將3間公司要 capex 增加呢個資本開支嘅風險放到好大，所以令到佢哋嘅股價不約而同有三成嘅跌幅嗱，即係Microsoft 跌30%啊，35%啦，差唔多呢個 Meta 30%，Oracle 跌咗50%嚇，咁啊其實咧。喺股價上嘅調整已經充分地反映咗佢哋喺 capex 上面嘅 uncertainty， 即係一個不確定性。但係咧就係冇乜點 price in 嗰個公司未來嘅增長嘅 turbine 啊，即係嗰個呢個增長嗰個引擎開動咗㗎咯喎，其實，但係冇人去講係嘛？亦都大家覺得Microsoft 咧已經係末日㗎啦。其實咧就好似個著名投資者 Bill Ackman 咧，佢講得好啱啊。其實咧根本上企業對於 Microsoft 嗰個情況咧，就係基本上你唔可以冇咗 Microsoft 嘅嚇，佢個 safety margin 係高到爆係嘛？現在個 multiples 去到咁低，咁所以佢亦都買咗非常之多嘅 Microsoft 嘅建倉嚇，咁人哋作為投資者，你當然係需要捱過現在呢一段嘅艱難期間啦嚇，咁但係點樣為之有冇不對稱回報？就係市場 price in 太多風險，令到個估值相當之平。相當平，係冇乜點樣計落未來增長嘅預期落去。現在呢3間公司都出現相同接近嘅情況，所以咧呢3間公司咧都係我認為係有不對稱回報喺未來可能12至24個月，佢哋嘅表現可能都有機會追落後。或者呢個mean reversal 啦，即係呢個均值回歸，令到佢嘅估值翻去一個比較合理，譬如話由23倍翻上去30倍，話咁你個股價咪要升30%咯，係咪？嗱，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情況可以追落後嘅嚇，咁所以咧比起現在追嗰啲咁譬如 SanDisk 啊，或者嗰啲乜鬼美光啊，或者呢啲SK Hynix 啊、Samsung 啊等等呢啲咁存儲晶片咧，我覺得相對呢啲咧係比較穩陣啲嘅。嗱，絕對唔係投資意見。嗱，如果大家中意我分享嘅話，可以 like、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我係細嘥，下一條片再分享其他嘅嘢。拜拜。